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永嘉升高 show。今日咧，我哋嚟講下台灣喺近呢1年幾嘅時間入邊咧，聰聰為咗連任總統大打中國牌，意圖咧激發起美國本土入邊嘅排外思緒。聰聰咧為咗要邀引中國啦，就頻頻夾埋佢嗰班契弟國家，專登咧就喺兩岸關係入邊咧就發表一啲侵犯中國嘅言論。所以咧，經常大家都會聽到咧，我哋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以及係國台辦，即係呢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事處嘅發言人咧，都枕住要向國際重申台灣係中國領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咁仲有咧，就敦促美國以及係日本等等嘅政府咧，要恪守一個中國嘅原則。呢幾句說話咧，我諗係香港人無論係黃又好藍都好啦，應該背咧都背到出嚟噶啦。咁但係其實咧，又係因為我哋香港呢個國民教育嘅缺失咧，無可否認有好多香港人，尤其是後生嘅一代啦，其實都未必明白究竟點解坐落喺離中國大陸130幾公里以外嘅台灣會係屬於中國嘅一部分呢？再加上香港長期都受到外國勢力資助嘅媒體渲染底下咧，有一啲同我咁上下大嘅朋友仔咧，更加錯誤咁樣認為咧，台灣同中國咧係兩個唔同嘅國家嚟嘅。咁而為咗要杜絕呢一類完全錯誤嘅認知咧，一連2集永嘉咧會深入淺出咁樣咧釐清兩岸嘅關係。上集咧會集中從現代嘅國際原則去出發，睇下台灣係中國領土一部分嘅一啲歷史嘅理據。而下集咧，我就會講下美國等等嘅西方國家係點樣輸打贏要，刻意咧喺2戰之後咧製造台灣嘅主權問題，用嚟做乜咧？就係愛嚟鉗制新中國嘅發展嘅。亦都會講下咧點解兩岸統一咧係歷史嘅大趨勢，係無可避免會發生嘅事。呢2集嘅脈絡咧，永嘉會咁樣安排嘅。各位觀眾喺開始之前咧，記得咧要讚好我嘅影片，留言，仲要廣傳俾你身邊嘅朋友。未訂閱嘅朋友咧，記得右下角就係免費訂閱噶啦，撳埋隔離個鐘仔，咁第日咧永嘉有新片咧，你就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唔知大家有冇一個疑問呢？世界各地嘅地方都經歷咗咁長嘅歷史，經歷咁多嘅改朝換代、領土嘅爭奪，究竟係點樣去判斷一個現代嘅國家嘅領土版圖嘅呢？以前就簡單得多啦，就靠拳頭去打，打到當地啲兵冇晒啦，嗰塊領土咧就屬於你啦。喺咁嘅規則底下咧，就促成咗世界各地嘅野心國家，例如日本啊、德國呢一類啦，就透過強力嘅征戰去搶人哋國家嘅領土，所以咧先至會有1戰以及係2戰嘅產生嘅。打完2戰之後咧，為咗防止一啲國家嘅政權係咁侵略其他國家嘅領土，國際社會咧就開始發展咗一套嘅法理出嚟，就去解決領土誰屬嘅問題。而喺呢一套法理之中，第一個而又最重要嘅原則就係先佔原則。先佔就係指一個國家佔有一片無主地，然後咧就攞到對佢嘅領土主權。因為無主地嘅意思咧就唔係講緊佢冇人住，而係描述緊一個地方仲未有政治組織以及係政府產生嘅一個狀態啦。換句話講咧，即係一片土地要知道自己嘅主權誰屬咧，其實就要追尋翻最先佔領呢片土地嘅政治組織到底係邊一個國家啦。順帶一提啦，唔係話一個國家咧發現咗呢片土地就算㗎。先佔原則咧好重要嘅就係睇埋佢究竟係咪一個有效嘅佔領。例如要睇下嗰個國家咧究竟有冇公開咁樣表現出想要取得呢一片無主地主權嘅意向。例如係改名啊，或者將呢一片土地納入去佢嘅國家版圖。如果咧最理想咧就係有派人去管理呢一個地方等等嘅。當一片土地嘅主權有爭議嘅時候咧，主權嘅聲明國咧就要提交相關嘅證明，越多越好啦。基於我啱啱講嘅國際法理咧，所以咧你就會睇到釣魚台同埋佢附屬嘅島嶼嘅主權爭議入邊咧，其實世界咧大部分地方都叫佢做釣魚台嘅。但係咧同樣話釣魚台係屬於佢嘅日本咧，死都唔肯跟我哋叫佢做釣魚台嘅。而喺2012年嘅時候咧，日本咧就更加話要國有化釣魚台。
咁喺近來咧，仲話要幫呢個釣魚台改一個新名啦。然後咧，就住日方呢一堆嘅侵犯行動咧，中方咧其實近來咧都公布咗喺東海釣魚台附近海域55處地點以及25個暗礁嘅命名，咁啊激到咧日本呱呱叫。咁啊點解要幫嗰啲島嶼冠名，又要去登島宣示主權咧？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嘅。其實就係因為呢啲行動咧，都係實踐先佔原則嘅非常重要嘅手段嚟嘅。咁大家咧都對先佔原則咧有咗基本嘅認識啦。咁我哋咧就嚟講下台灣嘅情況啦。台灣咧喺被中國歷代嘅政府統治之前咧，本身咧就係一片荒島嚟嘅。咁啊上面有人住，咁但係咧就以部落形式去生活，而且係冇政府嘅。咁當其時咧，台灣咧就係一片嘅無主地啦。咁啊，邊個國家首先對於呢一片無主地產生主權呢？答案就梗係中國啦。咁啊，根據世界上最早有對台灣呢一片土地嘅文字記載，咁啊就係公元264年去到280年嘅臨海水土志，佢咧就距離而家咧已經有近1800年嘅歷史㗎啦。咁呢本水土志咧就記錄咗喺三國嘅時期，嚟自大陸本土嘅吳國君主孫權就已經派咗佢嘅將領衛溫以及係諸葛直，率領咗1萬個士兵咧就去到台灣呢片土地，並且咧將佢納入自己嘅統治範圍之中。咁啊去到隋朝嘅隋煬帝咧，其實都曾經3次派人去到琉球，分別係公元607年、608年以及係610年。咁啊，去到宋朝咧，隨住兩岸嘅人員流動開始頻繁起嚟啦。宋孝宗咧就更加喺1171年首次派軍駐守台灣以及係澎湖地區，而喺之後嘅元朝以及係明朝咧，其實都繼續有保留澎湖巡檢司嘅呢個行政管理機關嘅。咁啊，更加咧喺元朝嘅時候咧，台灣咧就正式納入咗中國嘅屬土版圖。咁啊，經過元明兩朝近400年嘅統治，兩岸嘅經貿咧已經係變得十分頻繁㗎啦。咁而喺明朝嘅期間咧，更加有大批嘅福建農民咧就遷往去台灣。咁所以咧，點解台灣好多咧都係識得講福建話，就係咁解啦。咁而喺台灣嘅發展咧都變得相當唔錯之後咧，開始咧就有西方嘅豺狼咧就謀住台灣呢一塊地啦。咁啊，去到1600嘅年代啦，明朝咧就開始衰落，國力咧開始弱啦。而喺1622年咧，台灣就俾荷蘭人以及係西班牙人非法咁去佔據，喺台灣呢片土地上邊咧進行掠奪。咁啊，台灣呢一片原本屬於中國版圖嘅土地咧，第一次被西方勢力佔據咗足足38年嘅時間。咁後來啦，喺清朝以及明朝嘅朝代更替過程入邊咧，喺1661年，南明嘅鄭成功帶咗一大批嘅軍隊直衝去台灣，用長期圍困嘅策略圍堵咗喺台灣嘅荷蘭兵足足8個月嘅時間。咁啊，再而咧就向台灣城咧就發起咗強攻，最後咧就趕走晒喺台灣嗰一度嘅外國入侵者。咁喺鄭成功咧同荷蘭兵對峙嘅期間咧，佢就寫咗一封公告。咁呢封公告嘅名咧就叫《與荷蘭守將書》，內容咧就係勸荷蘭兵要投降。當中咧就有一句說話：言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久為貴國所據，今如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咁嘅意思即係話咧，台灣就係中國嘅土地，但係長久俾你嘅國家所佔據。而家既然我哋嚟到攞翻呢一片土地，就應該歸還翻俾我哋啦。所以點解話鄭成功係民族英雄？因為第一，佢就幫中國收復咗台灣，趕走咗喺度佔據嘅殖民者啦。第二咧就係佢重申咗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咁啊，後來明朝同埋清朝嘅朝代更替塵埃落定咗之後，喺1683年，鄭成功嘅後人咧就向清政府投降啦。咁喺1648年咧，清朝嘅政府就正式設立咗台灣府。咁更加咧就喺1885年咧就正式變成係台灣省。經過清朝政府將近200年嘅管理之後咧，台灣嘅人口咧由7萬幾人咧一路升到去190萬人啦。咁講到呢度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咗，台灣呢一片土地嘅主人就係中國大陸嘅政府。咁啊，因為咧我哋係符合咗先佔有台灣呢一片無主地嘅原則，而且配合咗歷代嘅中國政府長時間對於台灣呢一片領地所實施嘅行政管轄措施，好顯然咧就係符合咗有效先佔嘅要求。結論就係台灣喺好遠古嘅時代已經係屬於中國嘅領土。喺確立咗台灣呢一片土地係屬於中國之後咧，我哋就會明白
點解即使日本喺1894年挑起咗甲午戰爭，而喺1895年嘅時候，逼到大清嘅李鴻章要簽下不平等嘅馬關條約，逼中國政府咧要將台灣全島割讓俾佢，展開咗對台灣50年嘅殖民統治。即使係咁，日本咧都永遠唔會係台灣嘅主權國。咁啊，因為佢並唔係第一個先佔台灣嘅國家。喺二戰之後咧，佢只能夠嘔翻台灣出嚟俾佢原先嘅主人，就即係中國嘅政府。其實咁樣嘅結果咧，都係因為現代嘅國際領土原則。咁今集就同大家以現代國際嘅原則去講解咗點解台灣係中國領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咁喺下一集咧，我哋就會進入台灣問題嘅戲肉。究竟點解台灣嘅主權會出現所謂嘅爭議呢？呢啲西方嘅國家喺二戰之後係點樣輸打贏要，以無賴嘅招數，意圖去利用台灣嘅問題作為鉗制新中國發展嘅手段呢？而佢哋又會唔會成功呢？永嘉咧都會喺下一集同大家一一分析，逐一拆解嘅。中意我嘅影片嘅，記得俾個讚我、留言以及係廣傳俾你身邊嘅朋友。右下方咧就係免費訂閱噶啦，撳埋隔離個鐘仔，咁我下次有片嘅時候咧你就唔會錯過噶啦。我哋咧好快又見面噶啦，拜拜。